嘿哟，大家好，我是 Super Gamer 小叶。我现在旁边有个小度，然后大家来看50订阅，说办就办，直接到转盘，只有4个人，我也让小度加入了，来，影片成名。哇，抽到小度了！哇，你看，来证明哦，这是证明我没有在做什么东西。来，只有录一次，不信的话，来，我再开我平时拍的东西 ，YouTube 内容，有转盘的开场吗？都没有。这是证明纯靠运气，没办法。